Hello，你好啊，歡迎你收睇我嘅影片。你手上嘅智能手機、路上行駛嘅電動車、天上飛嘅戰鬥機，佢哋都有一個共同嘅名門，就叫做稀土。冇咗稀土，智能手機、電動車、戰鬥機都冇法正常運作。一粒比手指甲仲要細嘅金屬，控制住21世紀嘅科技命脈。日本呢個冇天然資源嘅島國，喺地球另一端，非洲納米比亞挖掘寶藏，唔係黃金，唔係石油，而係被稱為工業維他命嘅稀土。佢哋將目光投向1萬公里以外嘅非洲納米比亞，計劃喺2028年前徹底擺脫對中國稀土嘅依賴。呢個係一場可能改寫全球地緣政治版圖嘅資源豪賭。日本係咪可以成功呢？定係一場徒勞無功嘅掙扎？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轄下嘅能源與金屬礦物資源機構 JOGMEC 嘅調查，佢哋喺非洲納米比亞確認咗蘊藏量豐富嘅稀土。日本政府計劃喺2028年底前，通過開發當地礦產並建立精煉廠，喺特定重稀土上擺脫對中國嘅稀土依賴。好多人以為只要挖掘出稀土礦就解決咗問題，其實係一個誤解。稀土真正嘅咽喉唔喺礦山，而喺分離技術。目前全球大約90% 嘅稀土加工市場掌握喺中國手中。中國唔單止係開採大國，更加係精煉強國，擁有全球最完善、成本最低嘅產業鏈。日本想喺納米比亞從零開始建立精煉廠，係一個非常大嘅難題。新聞最後提到一個關鍵嘅問題：放射性廢棄物。稀土開採，特別係提煉過程中，往往會產生放射性元素，係一個污染物。喺非洲國家開採礦山，日本必須面對當地及國際環保組織嘅嚴格審核。成本一旦失控，所謂嘅自主供應將比中國進口貴上數倍，最終要由日本企業同消費者買單。從勘探、環境評估、基建到穩定量產，一個礦山通常需要10年左右嘅時間。日本要喺2028年底前達成目標，只剩下唔到3年，幾乎係違反自然規律。日本呢個全球第3大經濟體，長期以嚟高度依賴進口關鍵資源。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 METI 統計，日本大約有60% 以上嘅稀土進口來自中國，而喺高端應用所需要嘅重稀土元素，幾乎100% 依賴中國供應。現代中日稀土摩擦嘅起點，普遍被認為係2010年嘅釣魚島撞船事件。喺2010年9月7號，一艘中國拖網漁船喺釣魚島附近海域同日本海上保安廳嘅巡邏船相撞，日本隨後扣押咗中國船長詹其雄。呢件事引發咗中國強烈不滿。雖然中國政府從未公開宣布禁運，但事實上日本企業喺之後大約2個月內無法取得對中國稀土出口許可。呢次中斷被視為中國首次將稀土作為外交施壓嘅工具，對高度依賴中國稀土嘅日本產業界造成巨大衝擊。稀土價格喺2個月內上升10倍以上，日本汽車、電子產業陷入恐慌。當時日本對中國稀土嘅依賴度高達90% 左右，中斷供應導致稀土價格飆升。以汽車產業為首嘅日本製造業陷入混亂。2010年事件後，美國、歐洲、日本喺2012年聯合向世界貿易組織 WTO 提出控訴，
挑戰中國嘅稀土出口配額和出口關稅制度。2014年8月 ，WTO 裁定中國嘅稀土出口限制措施違反貿易規則。2015年1月，中國正式取消稀土出口配額制度，但中國隨後轉移通過國內整合、環保標準、生產配額等方式，繼續有效控制稀土供應。表面上嚟睇，WTO 嘅裁決係日本等國家嘅勝利，但實際上中國只係改變咗控制嘅方式，從直接嘅出口限制轉向咗更為精細嘅國內產業政策調控，控制權仍然有效。到2025年左右，日本整體對中國稀土嘅進口依賴度雖然下降到60% 至70% 左右，但用於高性能產品嘅重稀土對中國嘅依賴度仍然接近100%。2026年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台灣有事發表嘅言論，被中方視為粗暴干涉內政。2026年1月6號，中國商務部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所有可能用於軍事用途嘅軍民兩用物資。呢次禁令唔單止局限於稀土，而係涵蓋咗半導體、航空發動機、無人機等幾千種產品。呢次視為精準打擊日本軍工產業嘅行動。研究機構估算，若管制持續1年，可能導致日本嘅 GDP 下降0.43%，損失高達2.6兆日元。日本2028年計劃或者做唔到100% 擺脫中國嘅依賴，但提醒咗所有工業國家喺資源時代冇永遠嘅朋友，只有永遠嘅利益。好多謝你收睇我嘅影片，如果你有任何意見，請留言，請你訂閱、點讚、分享，多謝你嘅支持，拜拜。